台北市的通化街和临江街有客家庄之称，有1/3的居民都是客家人。40几年前的木造房子，40几年前最高楼的房子，全都伫立在台北市的临江街。这里是台北市民最熟悉的夜市，不过却很少人知道这里有客家庄之称。中下人某条路我就想到台北做工的时间啦吼，该好苦啊，了解不好便宜。从家人方面，新庄、苗栗、屏东方面客家人，一个方式全部都聊了。李德居家的后院还保存着日据时代挖掘的大水沟，原本可以通到前院的大水沟，现在早已变成了大马路。李德俊回忆说，早期的客家人为了北上打拼事业，彻底发挥了客家人的精神。他对家人干嘛态度啊，去上下桥了特别的，家来客家人结出过，非常的多。系哦，来做工。李德俊说，早期的客家人很穷，为了生活努力打拼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现在的客家居民早已把这当作第二个故乡，都会型的客家庄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客语要怎么样学才实用？创作性戏剧是目前一种新的艺术，让学生在表演跟游戏中学会说客语。穿古装演客家戏，在游戏中学会客语，是小学生学会客家话的入门方法。专家说，创作性的戏剧让小朋友在自然而然的环境中学会客语，了解客家文化。创作性教学戏剧教学来讲哈，它是注重于说，在一开始的时候的就是前面的资料的收集哈，还有就是在这个之间学员之间的互动哈，甚至到最后我们的探讨。这些客家童谣都是客语老师精心设计的教材，希望透过导读的方式，让小朋友学得很轻松。它是有前进式的哈，从最基本的，它是有所谓就相串联性的，就是第一课的字，第二课的字是用第一课的单字，第三课的字是用第一课、第二课的字，它的语言层次都是有慢慢加重、踩奏的慢慢层次加重方式的。每个星期，彭玉珍也会到客家文化会馆，将创作性戏剧的概念交给学校老师，让老师在学校上课时运用这一套方法，让小朋友学得实用又有趣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艺人胡瓜是苗栗客家人，胡瓜说，今天他还能活跃在舞台上，靠的就是客家人的应景精神。欢迎收看《寿星大发》。舞台上的胡瓜生龙活虎，主持节目自成一套。妙语如珠的他，时时刻刻仍然不忘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客家人。像我们回去客家村，反而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都不太会讲客家话了。像我已经这么多年不会讲了，回去有时候有的话也转不过来啊。客家讲冇懂好哈。20多年来的浮沉，胡瓜靠着坚强的意志屹立在舞台上。不过人前一张笑脸，人后的他却是有道不尽的辛酸和吞不完的泪水。也曾经这个节目风光一时，也曾经这个节目被停，也曾经我在演艺圈打滚这么多年来讲，也从来没有说退缩过。这就是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。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胡瓜的身上得到了体现。从一文不值的小跟班到叱咤风云的主持人，这首歌真的就是胡瓜最佳的写照。同山歌台嘛，莫半点钱。民视新闻陈大俊、蒋龙祥台北报道。